交通部提案开放交外省做客运的驾驶，劳动部顶个月召开下部会会议，原则上是同意，所来会进行相关法制听书。听书若是完毕，今年就有机会开放。囡仔生了少，搁加上真侪人退休，公路甲市区的客运业者估计，全台湾大客车驾驶欠价，即马欠2215人。交通部伫即个提报，甲客运业列入劳动部劳用外国中介技术人力计划，其中的中介技术工作类别建议新增加客运驾驶人员。劳动部正式伫8月已经开跨部会演商会议，原则上同意列入，将会进行所落来法制作协。目前规划的一些政策方向，会再提到国发会这边来共同讨论。政策有确定的话，后面会修正相关的法规。其实为着要甲大客车驾驶留来，交通部伫最近已经核定延长大客车驾驶征才补助方案，伫咧训练期间补贴生活津贴。另外，辅导业者优化路线，一个放令65到68岁驶大客车。因过各种方法实施了后，依然无改善，讲即马欠人的问题已经到尽崩啊！若是法制作业完成，上紧伫今年就有机会开放聘用交外省担任大客车的驾驶。已经蛮久了，大概这3、4年就陆续有这个缺了。那代表说国内的可能对这个环境上面有一些想法。缺口太大，第二个侨外生的意愿也是很重要，当然是肯定啊，那总是多个来源嘛。客运业者表示，有更加侪人力的来源，因是乐观其成，不过所来也要看交外省是毋是有人要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